你想第一時間睇到我哋嘅教學影片，就快啲訂閱啦3. 尊重別人。4月把與泳山的合照發布到社交網絡平台後，發生了什麼事情？合照即係話佢哋兩個一齊影嘅相，發布即係 post 咗喺社交網絡平台 social media platform 之後，會發生咗啲咩事情呢？我哋睇下先。呢張相呢，就係佢哋兩個一齊影㗎啦。佢話土風舞比賽冠軍咁樣。咁咧，子明就同佢講啦：恭喜你得到土風舞比賽冠軍啊！跟住泳山就話：你怎會知道的？你點知㗎？跟住咧，思月咧就，跟住佢就去揾思月啦。佢就話：你不能擅自把我的照片公開。擅自即係話佢冇問過佢，自己就去將呢啲嘢公開咗。咁思月就同佢道歉咯喎，對不起，我立即從社交網絡平台上刪除。跟住咧，但係仲有啲咩發生呢？加強咧，另外一個同學就話啦：你們穿毛衣的樣子很好看，啊，真好看！你們穿毛衣的樣子真好看。跟住咧，泳山又問啦：為什麼你會有這張照片？跟住思月話：我已刪除了啊，佢已經delete 咗噶啦喎。點解佢加強仲會有呢張相嘅？好啦，咁有問題咯喎，為什麼泳山向思月抱怨？點解泳山會咁樣同思月講呢？思月刪除社交網絡平台上的合照後，為什麼其他人仍然看到那張照片？點解佢 delete 咗呢一張合照之後，仲會有其他人可以見到呢張相呢？好。所以咧，原來咧擅自公開咗人哋嘅嘢之後咧，都會好大後果發生㗎喎。原來泳山根本就唔想呢一張相公開，佢唔想俾人哋知道佢着衫個樣，着舞會嘅衫，着舞衣呢一個樣係點樣啦？舞衣即係佢哋跳舞嘅衫，又唔想俾人哋，或者佢唔想俾人知道佢比賽攞咗獎喎，係咪啊？咁咧，思月咧就話。佢 delete 咗個那張相，但係呢，其他人已經又不斷咁樣傳播呢一張相去，可能 screen cap 咗呢張相啦，所以就算佢 delete 咗都冇用，佢哋都可以私底下用 WhatsApp 周圍傳呢一張相噶咯喎。好，重點概念啦，即係我哋一定要記得嘅嘢啦。咁嘅，可以。安全使用社交網絡，點樣可以安全咁樣用 social media 呢？網上交友要小心，保護自己或者他人喎。呢個要記得啦，網上交友呢，一定要小心啲，咁樣其實係保護緊自己同埋其他人㗎，即係你身邊嘅朋友。如果冇進步，我哋保證學費全數退還。我哋嘅學生進步率高達97%，喺我哋嘅 KMS 教學系統，除咗幫學生鞏固課文基礎知識，更重要嘅係教授考試重點、技巧、方法同埋必考題目，令你極速進步，考試攞高分。我哋今個月只收8位學生，成功登記參加免費試堂，仲可以額外得到藍牙耳機。快啲按下邊個掣登記報名啦！上堂見。